的安怎做，一定会出问题。顶礼拜我周报的部落格，我有写到我的老师圣经公会彭国伟老师，伊咧鼓励，伊讲咱咧读福音书，就是耶稣的教示的时阵，甲咧读保罗的批的时阵，莫讲介济文化时代的差别。伊讲要读这两款的经文，就爱用无共款的心态去读。伊讲四福音是经过编辑去留存耶稣的教导，所以四福音的教示是较一般性。知影伊咧讲啥无？一般信徒拢适合，都比较适合的。可是即便如此，好，就准讲是一般的信徒拢会当适合，拢会当较适合去接受的，嘛是有伊时代性啊，甲耶稣伊要强调文学顶面的写法。譬如讲耶稣讲啊，胜利的正面的喙皮，你知安那？我倒边好胜，所以咱拢安尼做吗？有无啦？不是啊，我们要抓的是耶稣这样教导背后的什么精神？好，不报复，不报复的精神。那你要抓得到，你就不会去拘泥在说你得爱红胜脆配这件代志。好，你的重点去抓讲，我不会报复，我不爱报复，我不扣关。扣分，我无扣分，你若抓会到迄个经文，你就袂去走去用性脆配啊，好，伊讲这是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它具备的一般性。啊，毋过保罗的教示咧，咱知影伫新约圣经27卷里面，保罗占偌济？使徒保罗占几本？新约27卷里面，使徒几卷？保罗几卷？好，给你们猜，7卷、13卷、23卷，几卷啊？上面7卷，13啦吼，27卷里面13多不多？多啊，难怪有介侪人讲基督教是保罗教，哇，新约27卷，它占一半，13卷啊！可是不要忘记，咱讲这13卷，13卷，我差点要讲更，13卷是啊，卷13卷，好，13卷是啥物货？是批啊，书信。批有什么特性？批有针对性啊，就是我要写批，互一个人看，还是一个所在的人看，无拄好，别个所在安那会适合，所以我彭国伟老师咧讲就是讲，你要用保罗的教导，你还要知道受信人有什么问题。受批的人有啥物问题？保罗伊要解决的问题是啥物货？保罗要解决提摩太写予提摩太的批，无一定适合哥林多教会的人看，知影意思无？所以你要解说保罗的教示，还要多一层步骤，就是去知影迄个受信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。伊讲这无共款的。所以基督徒咱唔通抓做讲圣经安怎写，咱就安怎做，一定会出问题。这给我们一个盼望。为什么2000年那旧约放进去就更早了？为什么几千年进前的人所写的物件对咱即马更有意义？为什么？因为咱袂使用字面的意思来加做咱的规念，加做咱的标准，咱要去抄找迄个背后的啥物货精神。咱若找到迄个精神，上帝的话就会当适用无共款的文化、无共款的时代。这是一个足水足大的愿望。
咱唔是被几千年之前的人的做法，甲人安那辖制，哦，甲人抠掉掉。哦，所以各位兄弟，无介复杂，没有太复杂。就是讲，咱在看圣经的时阵，我们都只要多问一句就好。圣经规定是这个样子，那为什么圣经规定是这个样子？安尼就好啊，你只要多问一句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我常在讲的，我们要知其然，还要怎么样？知其所以然。迄个所以然就是你加问一句话：圣经讲袂当食血，不可以吃血。你只要问一句什么？为什么不可以吃血？你那个研究落去，你就知影。你袂使讲圣经说不可以吃血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不可以吃血，就真的就不能吃血猪血糕，不能吃鸭血，好，唔是安尼。咱对待圣经的教示，各位兄弟，咱搁问一句，什么话？为什么？上帝是公道理的上帝，圣行是理性的圣行，好，圣灵是理性的圣灵，好，上帝无常常规定咱会使袂使，无解说，无解说。吼，旧约遐犹太人，互规定袂当食猪肉，互规定袂当食虾啊、金啊、蛤啊、鳝鱼、海胆、鲨鱼烟，拢袂使。因为鲨鱼没有鳞啊，哈，嘿。伊互规定袂使，其实因知影是安怎袂使，咱唔知呢。我们21世纪不晓得，所以要去解释为什么不可以。当你解释到为什么不可以的时候，迄个精神的掠着精神得让运用在这个时代。不过最后提醒一件事情，各位兄弟，咱要抓那个精神，每个人都抓一样吗？会不会？没嘞，会每个人抓可能无啥共款，那问题就来了。对一段经文的解释，你哪边俩伊的精神跟原则，熊就不会有一个答案。那这样基督徒就要怎么样？不是羞怕哈，得爱彼此尊重。容许有多元的解释。你哪边讲较安全呢？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不要解释。告诉你不可以吃血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不可以吃血。那这样不可以吃血，是不是标准答案？是。那大家就这变成猴子，赶快不可以吃香蕉啊？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？这不是上帝要让人去遵守的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我们要抓经文背后下面的精神。那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代志，那是无标准的答案，敢若有较好的答案，较歹的答案。所以咱大家互相尊重、谦卑，互相宽容，知影上帝的话其实有侪运用。咱唔通敢若要找一个什么标准答案，安尼一定会出问题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咱好好来读圣经，好不？咱拜五暗时有查经班，即马拜二变成早时10点有查经班，咱真正有机会有时间，咱就好好来读圣经，甲上帝的话会当真正真做咱即马21世纪台湾的基督徒会当来遵守，会当甲上帝来对话，来咱同心来祈祷。即成个爸，阮面对你的话语，亲近你的话语，是真正满有愿望。因为阮知，这毋是摕几千当进前。